我發覺我體質仿似下降，看了正得到是做愛太郎，連鹹碟都掃光，但從來未看搏嘢唔爽。日日做草的精都剛剛夠，卻霎眼看碌鳩都發鐵騰，而他的蒼老感是從來未過，太內疚擔心，最心痛是插得太遲，我得幾秒，醫生講我冇藥醫，盲目地發奮，錯你大啲，是不會習慣你要我榨乾幾次，最可怕是要拉你及時，禮塔咁遲，閪水多到佢唔知，為何未放肆？要絕愛絕的奶子，要絕要插腰怎麼也好，請你相信今晚有10次。